年紀輕輕入行12年，主演電影超過31部。佢擁有俊俏嘅面孔，無論古裝時裝都係呢個平頭裝髮型，加上敏捷嘅身手，開創一系列以小子做本色嘅電影新戲路。佢曾經有一段矚目嘅婚姻，不過佢嘅人生旅途就十分之短暫。傅聲係70年代邵氏數一數二嘅有名小生，原名張富聲，人稱星仔。1954年出世，71年佢17歲嘅時候加入邵氏第一期演員訓練班。呢一張就係佢當年投考訓練班時候嘅照片。因為佢入嚟電影界做嘢咧，唔係話因為錢，唔係缺少錢。佢加入訓練班咧，佢想了解電影，同埋佢想透過佢自己嘅藝術咧，係做出一番成績咁樣嘅。我記得係我自己親手介紹佢俾張徹導演認識嘅。傅聲嘅星途十分之順利，初出道獲得張徹賞識。佢嘅第一部電影《警察》就係由張徹執導，而星仔就係做第二男主角。第二部電影《朋友》更加平地一聲雷，喺20屆亞洲影展中榮獲最有前途演員獎。哪吒就係佢首次擔當男主角，呢一部戲已經可以見到星仔演戲嘅風格，調皮加活潑，夠晒鬼馬。傅聲演戲嘅風格其實差唔多，清一色都係扮演精靈嘅功夫小子，而佢所做嘅小子為題嘅電影亦都有好多部。傅聲擅長扮演小子，一來同佢外形有關，眼大大加埋面部有少少 baby fat， 迷到唔少女影迷。二來就係傅聲本身都係性格鬼馬頑皮，仲有佢加上一副好身手，自細咧有武功底子，所以演繹呢一啲角色咧自然手到拿來，戲內戲外都演活咗精靈活潑嘅小子。因為傅聲好曳嘅，佢真係開下工，無端端人哋埋緊位，佢執紮馬屎，整到你成身都係喺外景要收工嘅。真係成早就收工，就為咗因為污糟晒都爬唔到啦。係啊。但係佢話陸叔都成日都會去探班嘅。係啊，因為佢個 office 就喺隔離嘅，所以差唔多日日咧都會係探班嘅。不過傅聲嘅明星，除咗因為佢諧趣武打片馳名中港台之外，同時亦都因為佢一段矚目嘅銀色戀情。1973年喺張徹介紹底下，認識咗當時正喺台中演唱嘅甄妮，兩個人一見鍾情，瞬間熱戀。拍拖3年間，雖然遭受雙方嘅父母朋友反對，不過佢哋決定要結婚。1976年12月，兩個人舉行婚禮，喺當時可以以世紀婚禮嚟形容。婚宴極盡豪華，全城嘅名人、政府官員、藝人都係座上客。而向來唔中意着西裝嘅新郎傅聲喺婚禮上邊，亦都罕有咁着上人生中唯一一次嘅西裝，可見佢對甄妮嘅重視。傅聲甄妮被外界譽為金童玉女嘅組合，而佢哋嘅恩愛之情亦都令人羨慕。哎呀，咪老婆啊，有你咪好中意玫瑰花嘅？係啊，未結婚之前我成日送俾你噶，係咪？係啊，咁我送玫瑰花俾你嗰陣時，你一定錫我一大啖噶，係咪？都話係咯。快啲食！買咁多玫瑰花，使咁多錢，你又唔問過我嘅？係咪每年你都一定生忌死忌都會去拜祭佢？我唔係喺正日。第一咧，如果碰到禮拜六、禮拜日咧，我又唔會去嘅。你碰到嗰個數目嘅嗰一日咧，我又唔會去嘅，因為係人最多嘅時候、最逼嘅時候，你何苦去最趕嗰樣？一個係心，你講嘅係心意，唔係一定要喺嗰一日去做生日，一定要生日嗰日先至去生日。咁我咧翻親嚟咧，我一定會過去睇佢嘅。咁就係我一得閒，我就會過去睇佢。佢知道我做緊嘢嘅時候，我唔去睇佢，但係我下個星期都係會去睇佢。咁我呢次我特等個女咧翻親嚟，又係一定要去睇佢嘅。我哋當係旅行咁樣，然後拎啲嘢啊去啊，接下喺嗰度坐下，然後同佢傾下偈啊，咁樣即係好自然。
任何事都係順其自然。但會帶啲乜嘢去啊？佢中意食，佢中意飲可樂，佢又中意食公仔麵，都係啲好平嘅嘢。我老公即係中意飲汽水啊嗰啲。中意飲汽水。咁所以咧，佢拎啲生果啊，咁然後叫嗰個姐姐咧俾低幾百蚊佢，然後叫佢幫我到時到後咧，又係幫佢換下花啊，咁樣係嗰個地方即係會好啲咯。因為到而家嘅嗰個花樽咧，都係以前我哋結婚時候嘅花樽，都冇人拎走過。啊，姐姐都幫我哋留得好好㗎，嗰隻方嘅花嘅花樽，我相信有好多人去 check 我有冇去嘅。喂，嗰個睇下，因為咧你可以去賭下我到底去過幾多次，係咪去得太多？你一定會話我去得太多啦咁樣。即係晴天霹靂啦，係呢個細佬咧帶俾我真係好大嘅點樣講啊，好大嘅一種感觸點樣？嗰份感情好真啦。我離開邵氏拍《英雄本色》嘅時候，我同張國榮嗰段兄弟之間嘅感情咧。我有少少模擬到，有少少引用咗我同傅聲同埋嗰種生離死別咧，係嗰種真係嗰種內心嘅創痛，有來自嗰個親身嘅經歷，同埋親身嗰種叫做心路歷程，所以啲人話演得好逼真嘅。傅聲喪禮由邵氏公司組成嘅治喪委員會籌辦，喪禮極度哀榮，同當年武打巨星李小龍嘅喪禮不遑多讓。由於傅聲生前人緣極佳，出席悼念嘅朋友亦都好多。傅聲正值英年，事業如日中天，愛情路上邊與甄妮嘅一段情糾纏不清，突然逝世，令人惋惜之外，更加將佢一切傳奇結束。